伫德罗市龙潭里边啊，这个后庄边本来这个所在拢是发杂草，而且互人等真济粪扫。云林县政府伫今年2月份，甲水利署成功争取到4000多万的经费，要将这做一个清水公园。 伫咧斗六市龙潭里边的后庄边，本来是市地后垃圾水和民生用水、下水所在，所以环境真垃圾，嘛发真侪草啊。这摆透过云林县政府的规划，要将这个所在打造做一个清水公园。由本来这个基地有真脏乱，经过咱副县长、咱市长、咱这议员代表大家共同努力咧。 会当将这所在甲开发起来。县政府成功向水利署争取到4000多万的经费来做改善，嘛伫咧今年2月就已经动工，预计伫咧明年2月得顺利完工。已经成熟的规划案后，我们就送水利署来争取经费。后庄边清水公园若打造好，附近嘛有云林县文化观光处投入碰瓷公园设备，期待工程完工了后，全台湾的民众得当来斗六佚佗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